各位平安，敬拜的时间已经到啊！即时，互咱安静咱的心，来调备敬拜上帝。恁着学乐耶和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即时，咱要咱敬拜团要带咱做伙用咱的声音，用咱的学乐来敬拜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就一同起立，来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上
赞美。世界真光，你照亮黑暗世界，开我双眼能看见。主你荣美，使我心敬拜你，我愿一生跟随你。如今我来敬拜，如今向你匍匐，我要向你说，你是我神。主你是全然美丽，你是完全配的，你是何等奇妙，我的主。如今我来敬拜，如今向你匍匐，我要向你说，你是我神。主你是全然美丽，你是完全配的，你是何等奇妙，我的主。永恒君王，你生命已被尊重，在高天上的荣耀。你因着爱来世间，成为人子，为我们成为贫穷。如今我来敬拜，如今向你匍匐，我要向你说，你是我神。主你是全然美丽，你是完全配的，你是何等奇妙，我的主。永恒君王，你生命已被尊重，在高天上的荣耀。你因着爱来世间，成为人子，为我们成为贫穷。如今我来敬拜，如今向你匍匐，我要向你说，你是我神。主你是全然美丽，你是完全配的，你是何等奇妙，我的主。如今我来敬拜，如今向你匍匐，我要向你说，你是我神。主你是全然美丽，你是完全配的，你是何等奇妙，我的主。主你是全然美丽，你是完全配的，你是何等奇妙，我的主。是的，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安息日，得着主你的医治，得着主你的释放。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无力的时候，但是主啊，
你就是我们的帮助，你就是我们的力量的泉源。愿我们能够靠着主你来战胜每一个困难，每一个挑战。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们。泪湿了眼眶，无力抵挡，很想信靠却已迷惘。我的世界崩塌，仍旧盼望，是不是我太傻？想要勇敢坚强，突然发现找不到心中的力量。你声音如曙光，指引方向，一直在我身旁，一路你牵着我，虽然我会软弱，跌倒你却不放手。你的怜悯永留，远超过我所求。耶稣恩典够我用，想要勇敢坚强，突然发现找不到心中的力量。你声音如曙光，指引方向，一直在我身旁，一路你牵着我，虽然我会软弱，跌倒你却不放手。你的怜悯永留，远超过我所求。耶稣你恩典够我用，一路你牵着我，虽然我会软弱，自若你却找回我。你良善如太阳，你心事如晨光，天父的爱环绕我。想要勇敢坚强，突然发现找不到心中的力量。你声音如曙光，指引方向，一直在我身旁，一路你牵着我，虽然我会软弱，跌倒你却不放手。你的怜悯永留，远超过我所求。耶稣你恩典够我用，一路你牵着我，虽然我会软弱，自若你却找回我。你良善如太阳，你心思如晨光，天父的爱环绕我。你良善如太阳，
你心事如晨光，天父的爱环绕我。是的，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你的爱永远都环绕着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主。父啊，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会软弱，父啊，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会无力，会不想要站起来。但是主啊，谢谢你，主你就像晨光，温暖我们的心。主啊，谢谢你，你一直牵着我们的手，牵着我们的手。虽然我们跌倒了，虽然我们不想站起来，但是主啊，你一直等着我们，你一直在扶持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还就把所有的弟兄姐妹就交托在主你施恩宝座面前。主啊，求主你用主你的爱引领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盼望，赐给我们主你的爱，医治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在主你的爱得着释放。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们。我们请各位依然站立，咱要用信息头前第12页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界面，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啊，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新的界面，互你就是恁着三听，恁要三听，三听。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咱要同心压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阮要感谢你，互阮会当借着母亲的手知影疼，也对母亲的身上看到坚强、明白、温柔，而且伫母亲的轻声细语当中，学晓待人处事的智慧。感谢天父伫这个日子内面。互阮会当做伙来到遮，为母亲来祈祷，做伙来回应母亲无求回报付出的疼。母亲用宝贵的青春甲感情，编出一张疼的梦，互家里的每一个人会当得到三结连。求主伫今日，把你的恩典临到每一个家庭中。检查阮伫当中的母亲，有个囝儿无伫身边，出外伫外口拍拼读书。检查阮的当中有个老母，已经伫主你的身边安息。但是阮拢求主你，搁一摆赐恩典，互即个每一位妈妈，互因得到快乐，祝福每一个家。会当搁一摆感受主你所赏赐互阮母亲的疼，互阮伫主的厝内彼此相疼。阮伫天父的爸，阮也要恳求主你，伫即届苏俄入侵乌克兰的时，保守乌克兰即个土地的人民，除去因心中的惊吓甲不安，互这两国会当紧紧恢复和平。阮伫天父的爸，阮也要搁一摆恳求主你，伫即届病毒侵害台湾、侵害全世界的时，保守台湾即个土地的人民，因阮心中惊吓，因阮心中不安。但是阮知，伫即时，阮也靠主你
阮的心就得到平安。阮伫天父的爸，阮也要搁一届伫遮同心合意来祈祷，求主你眷顾阮中兴教会的每一个人，求主用你的圣灵来感动阮，互阮所兴起教会所有的事工，会当利益人，荣耀主你的名。阮也要伫今日敬拜当中来搁一届学乐你，感谢你。愿阮今日所有的敬拜，拢听真侪你所欢喜的。阮安尼祈祷、恳求、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今日是母亲节，即时咱要教会咱的兄弟，伊要用一条歌叫做《妈妈的欢喜》，妈妈的喜欢，要伫母亲节这当中，除了感谢天父赐予阮每一个人有一个妈妈照顾咱以外，嘛要祝在座全地的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我想，即条歌，大家应该拢有真大的感受。咱的妈妈，真感谢主，赐予咱每一位，拢有一个真好的妈妈。伫世上，毋敢若是照顾咱，为着咱的艰苦，为了穿袂衫、穿袂温暖，巴肚枵来烦恼。所以伫今日，即时咱做伙来读
咱今日要读的圣经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5章的第1节到第2节。那摕台语和日本的，请掀开125页；摕国语和合本的，请掀开150页。做着人，请恁注意来看，我来念。约翰福音第15章的第1节：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做园的人。见若连伫我的树的枝无结果子的，伊就剪起来；见若结果子的，伊就收互伊清去，互伊结果子搁较济。但恁因为我所甲恁讲的道理已经清去啦。恁着踮伫我，我也踮伫恁。即使枝无连伫葡萄树，就袂为家己结果子。恁着袂踮伫我，也是安尼。15章的第5节，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也我踮伫伊个，就结果子济济。因为甲我相离，恁就袂做啥物。恁若无踮伫我，就受气煞伫外面，亲像枝煞孤单，人叫伊迄落火就烧去。恁若踮伫我，我的话踮伫恁，凡若所爱，恁着求，就要甲恁成。恁结果子济济，对安尼，我的爸得着荣光。恁要诚做我的学生。15章的第9节，我要用听，我有听恁，亲像爸有听我。恁着踮伫我的听，恁若守我的诫命，就要踮伫我的听，亲像我有守我的爸的诫命，踮伫伊的听。我已经用遐个甲恁讲，要互我的欢喜踮伫恁，也互恁欢喜满满。恁着三听，亲像我有听恁，这是我的命令。这时，咱要请叶长老来讲道。今日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甲主结连，结果子济济”。咱请叶长老。亲爱的姐平安。咱顶礼拜有讲即个幸福小组啦，吼，就是讲要安怎，咱若伫幸福的内底，要安怎将即个幸福来分互搁较侪人。啊，即礼拜咱讲甲主，咱若甲主结连，咱会当结果子济济。啊，即个结果子吼，毋是讲干那讲对于外口的人，也是讲对咱家内的人。咱家内的人先有相信以后，爱当结果子济济。咱稍微来祈祷。每天人的爸，阮的上帝，阮过一摆伫你的殿院来敬拜阿罗你。再祈求你，互阮的常常来想你的话，互阮会当结果子济济。再祈求你，亲像所应允阮的，有30倍、50倍、100倍的收成。再祈求你，加添阮的气力，勇壮阮的心。感谢你，快所叫的名。咱今日要看的，这是约翰福音15章，这是耶稣要去互定十字架以前，甲伊的学生所讲的。即摆一直咧讲结果子济济，大声的是，伊讲你若守我的诫命啦吼，咱若搁读落13节、14节，讲你若守我的诫命的时吼，啊，就伫耶稣的听内底。啊，过来讲若行伊的诫命，就会当结果子济济，会当互搁较侪人得到福气啦吼。咱做伙来读一摆啦，这用华语来读啦吼。咱做伙来读一摆吼。我是葡萄，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所以这是上重要，就是讲伫耶稣基督的内底，甲伊结连。啊，若无，咱就无能结果子，只有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啦吼。咱看这葡萄树甲果子啦，我有伫咧网络甲掠遮图落来。啊，咱伫这二林迄个大中华遐有种真济这个巨峰葡萄啦吼。啊，种咱也看到吼，伊若收了的时，就会像安尼甲剪啦。啊，剪了过当年就会当搁收成。下底迄个图是伫以色列遐因种的迄个迄个葡萄吼，生甲较济啦。哦，生较济啊，所以讲爱修理干净啦。都爱甲
精修，才会当结果子。若常常伫主的内面，嘛会当结结果子。所以咱上帝耶稣基督嘛会甲咱修理干净啦，嘛会甲咱修理干净。这讲一个题外话，阮兜有种即个石屐啦。阮老爸以前拢会甲加，后来阮老爸过身以后阮小弟伫遐，以前我毋免加啦，种毋免加嘛是会生，结果愈生愈细粒，佫生足少诶。所以有人来讲无啦，迄爱加啦，修成了你都爱马上爱基拢爱剪的，剪甲像安尼啦剪甲像安尼都用要无安尼，较会佫生较济。文章上因遐嘛拢有种诚济果子嘛是共款啦，拢文章上伫精修啦，伫整理。过来耶稣讲若离开伊咧。都袂当做啥物啦，啥物拢无法度。若无常常伫个内面咧，迄个基就亲像互人ฮ็伫外口啦，ฮ็伫外口了，就甲捡落去烧安尼啦。做田的人知影挂切啊了，迄个稻草拢会收成，有人会甲放火甲烧啦，烧了做肥啦，做伙肥料。所以若无路用诶，就去丢在外面啦，丢在外面。过来，咱爱常常伫主诶内面，耶稣甲咱讲啦。咱若伫个内面，咱若求，他就会成就。这是伊上尾甲伊学生所讲的，一直讲伊都爱踮伫个内面，都爱踮伫个内面。若无咧，求嘛袂成就啦。所以求就会成就啦。咱会当看到的，后来伫使徒行传第1章遐就咧讲，因讲伊常常专务祈祷，逐个人伫厝内、伫圣殿内底伫遐祈祷擘饼。讲圣神就降临伫因的顶悬啦，伫因的内面，有3000人、5000人来受洗，所以说求就会当成就啦，这是因使徒迄阵咧求的。过来天父，咱的天父就会当得到荣光啦，天父得到荣光。这是网络伫讲的，讲泰国遐有遐济人，有4000个人受洗啦，4000个人。咱台湾遮嘛有当有几千个人安尼咧受洗，咧受洗。伊讲听迄个。慧如姐伊讲，伊的同学嘛，40几个较信，以后去读神学院了，搁伫花莲遐，伊讲本来教会200个人，即摆已经2000个人。咱会当知影讲，这就是安那。你若有常常咧传的时，就会结迄个果子啦。所以讲，恁来结济果子啦，安尼咱的爸就会当得到荣光。因为恁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就是讲咱就是耶稣基督学生。这是伊一直咧反复，一直咧强调的。过来讲，咱看到即个耶稣路过活的时，上尾伊讲啦，耶稣嘛讲讲耶稣路的死会病袂抵到死啦，是要荣耀上帝啦。但是耶稣过2天以后去到遐的时，讲耶稣路已经待4天啊啦，所以去到墓园遐要去看的时马大甲伊讲讲主啊，已经臭啊啦，毋免去啊。所以耶稣较会讲无啦，迄是要荣光上帝，上帝的囝得到荣光，这是咱会当看到。过来迄个有一个出世就青眉的人，耶稣的学生甲伊问讲先生啊，这个人出世就青眉是伊，还是伊的老爸，还是啥物人犯罪？耶稣讲拢毋是啦，是要荣光上帝，要荣光上帝。咱知影。有真侪人得救的时，咱就知影上帝得到荣光。过来，咱常常伫主的内底迄个喜乐会当有满足的欢喜啦，喜乐可以满足。这是说明这个道这个道是这个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时，伫遐要甲这个妇人人讨水。这个妇人人耶稣讲，伊会当用迄个活命的水互伊啦。这个妇人人讲，你也无迄个抢水的器具，要安怎用啥物水互我？耶稣甲伊讲了，伊讲你著将这互我，你著将这互我。后来伊去到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城的人留耶稣伫遐3天啦，伫遐3日伫讲天国的福音。咱知影，这就是讲伫上帝听内底，迄个喜乐就可以满足。这个妇人人都免过其他的。过来，这个彼得互掠去关监的时，彼得右边这个道掠去关监，咱知影讲。有可能这一次就会被判死刑，判死刑。但是呢，彼得无咧惊彼得因无惊，因为安怎？因知影讲主伫个内面啊，主常常甲伊伫地，因为这是耶稣的应允啊。耶稣讲伊去了，伊会找这个
保惠师来，保惠师就是圣神，圣神来是讲圣神来要常常甲因伫地啦，常常甲因伫地，不管你伫倒一个所在，伫家内底共款嘛甲伊伫地。哦，伊讲遵守爸的命令，就伫爸的听内底。哦，因为亲像主遵守爸的命令。后来耶稣因讲哦，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会爱他，并且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了。哦，毋是讲咱干那感觉啊，祈祷咱就感觉讲耶稣有合咱同行，圣神有合咱同行，毋是啦。耶稣讲伊会去合你同住伫遐，共款住伫遐。哦，啊，这个是这个彼得互救出来。哦，彼得伫家里，他拄仔咱讲过，咱会看见耶稣甲伊同住啦吼，共款伫遐。啊，过来这个保罗说啦，保罗说啦，互关伫家的是讲关伫圣经写讲伫上内定的家啦，啊，佮手铐脚镣拢甲讲咧。伊遐感觉是一个无五人的人，即摆阮当判死刑的人，但是咧，保罗说啦，讲伫遐唱歌，后来天使来将即个门拍开，将伊的手铐、骹铐拢拍开以后。即个狱卒讲家己牙刀要杀死，因为伊讲犯人已经拢走去啊。但是保罗说啦，甲伊讲无啦，阮拢要留伫遮。所以即个狱卒甲伊讲吼，啊，我着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救？伊讲吼，你甲你的家吼，你着接受耶稣基督啦。啊，你甲你的家拢要得到救，毋但伊尔，含伊的家拢得到救。哦，啊，这着互咱看到，这是耶稣同在。哦，你甲你的家拢要得到救。过来要彼此相爱啦，咱搁看落接落吼。13节、14节了，读落伊就讲，恁爱彼此相爱。到25章的时，伊嘛是安尼讲啦吼。所以讲，恁都爱彼此相听，亲像我听恁，这是耶稣的命令啦。这毋是讲甲恁讲啊，你都爱安尼都爱，毋是教导，是命令啦。所以特别讲，人为朋友舍命的，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耶稣基督为着咱，要搁咧做罪人的时，已经为咱定死啦。啊，这是咱伫幸福小组的时，拢一直咧讲后，咱要安怎将这个福音来传的第一课就咧讲这啦。过来21节，咱来读到21节讲有命令佮遵守，就是爱我的，我的父也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伊会甲显现。所以耶稣过来时，这个彼得甲雅各后来吼。彼得甲雅各因遐拢搁等于咧掠鱼，咧掠鱼的是讲通暝土拢无啦，所以耶稣搁来到伫因的所在，耶稣搁来到伫因的所在，所以彼得看到讲啊，迄是主啦，因为叫伊讲拍落吼，拍落讲，迄个希望扭起来讲啊，拢总153尾啦，啊，迄个网啊甲要离开安尼，所以彼得马上讲啊，这是主，马上就跳落水底收甲。迄个岸边来，到岸边的时讲，耶稣已经伫遐吼，伫煮啦，伫烘物件，要叫因食啦。哦，讲恁敢食？伊讲抑袂啦。啊，所以耶稣有叫因食，所以有向伊显现无？有啦。哦，这是互咱的应允。啊，过来，咱也伫上帝的听内底哦，咱看这4个人哦，这4个人加起来吼，都有300几岁啊。哦，啊，这4个人有摕到咱台湾的这个身份证，啊，这是吴斯定吴若石、欧斯定、魏祖安、甲果德吼，这4个人，吴若石咱较知影，就是迄个脚底按摩迄个神父啦。脚底按摩迄个神父，吼，因拢来伫台东迄个所在，啊，伫迄个所在欧斯定啊，果德伊最近咱就较过身啦。哦，咱知影这几个人吼，伊遮写的吼，是2017的时，已经拢来遮拢50几年啊。拢50几年啊！啊，到即摆差不多有要活60年的时间。少年的时就来，哦，少年都对瑞士遐来。啊，咱知影瑞士已经足进步啊嘛。啊，来的时伊60、70当前来的时，咱台湾已经还佫足落伍啦。哦，我知影，阮迄阵阮迄庄卡拢无还无自来水啦，啊嘛无电话啦，规庄敢若一支电话，伫迄个船长遐。所以人也要敲电话来吼，讲啊，拢先讲啊几点要敲电话，啊，就放送讲几点哦，恁啥物人要敲电话，你来快来遮等。哦，迄个时间是安尼，但是因伫瑞士的所在来到台湾，因为安怎？因为上帝听，伊要将这个听来分享，啊，有结果子姐姐哦，有啊，
伫台东花莲遐结果子济济。啊，这有一本册吼，有一本讲写讲以爱为一生的脚印啦。啊，这是白能外方传教会，因若翻做白能咧，就是伯利恒啦。伯利恒天主教翻做白能，白能会。啊，白能会伊传教会，就是讲拢去外国伫宣教，啊，遮个人啦，有葛德神父，啊，佫有纪守长，啊，广东教会徐子平神父。咱知影广东教会台湾即个咧做医啊刀啊，这家区的啊，家区的迄个上市贵公司，差不多一半拢广东高工遐的学生出来。即个神父呢，徐子平神父呢，伊就请德国、瑞士、比利时遐的人，遐真够做家区的人来迄个高工伫遐咧教。啊，教出来当然因照因德国人的要求，照因瑞士人的要求做出来，伊也真好啦。所以去比赛拢会得顶。后来因遮个人毕业了，有诶就开迄个家具工厂做外销。遮个人因毋是讲为了要趁钱，并毋是啦，为了要将福音来传互搁较济人，搁较济需要诶人。因来去遐咧，因为知影讲台东花莲迄边东部迄边较困难啊。伊讲遐要干那要读册就真困难啊，尤其要读大学，以前也无迄落花莲迄也无大学嘛。敢若有师专啦，咱知影因要搁读真困难，所以伊个设高工，设高工，互因有法度学着技术，后来有法度贡献即个社会。这是因其中一个的老母所写的，所写的，咱会当看到迄坐船为拿破里遐坐船过水水运河、北非到印度、雅加达、到印尼、新加坡、香港，安尼到。后来到高雄，到为高雄坐车到台东的所在，所以讲因知影迄个旅程的劳顿险恶已不可预知啊。伊讲唯一可以掌握的是心中那份来自信仰的爱。那么知影这是有来到遮，有的人无来到遮，有的人半中途就过身啊。半中途，因为有的得着病，像你盲肠炎，伫船顶盲肠炎，有当你就无法度啊，你就过身。遮人因为安怎？因为疼。上帝会听，将这个福音来传，后来有影结果子济济啦。这是咱台湾啦有一本册，有一个历史学家写的，讲从底层到精英啦。台湾的基督徒安怎翻新啦？咱知影台湾的基督徒真济真济，像咱教会，咱就知影安德鲁伊是含迄个郭牧师高中因有关系。因妈妈是因的家族内底的人，咱知影，譬如这因迄个刁敬兄因是含迄个兰大卫医师因迄边有关系，拢第一代的基督徒，到因已经只有3、4代啦，第一代来信的，遮个人是为上最底层的啦，真济拢最底层的。咱看到的这个是讲华族话，还有德白的5条啦。5条咱可能较毋知影，咱来去查教会史话内底150期内底有讲到迄5条。5条是啥物人呢？是吴再成马偕医院吴再成院长，伊的那像曾祖父啦，曾祖父。5条即个人，伊其实是咧告即个德白尔啦，告德白啊。告德白啊，因为咧告德白啊嘛有一天讲有一个黄钦豪啦。黄钦豪是嘉义迄个大家属人，即个黄钦豪即个人是本来做土匪啦，4个咧共抢，有一天去共抢的时，去用枪用迄土制枪甲拍着骹，拍着骹以后，甲送去新老病院啦。马也个医师甲医啦，医了讲你毋通去做即个土匪啦，你若4个咧做强盗咧共抢，你都爱信耶稣啦，你都爱信耶稣。后来黄钦豪信耶稣了4个去传啦。4个去传的时，传到屏东遐到屏东遐去拄着即个5条，5条咧告德白啊，伊可能是要坐德白啊是安怎？咧甲伊讲你都爱信耶稣啦。伊讲我较早都土匪，可能大家拢捌伊啦，真有名的土匪。所以伊讲已经改变了，已经信耶稣。5条怎啊信耶稣？5条信耶稣以后咧，5条信耶稣，咱甲看迄个史话即个巴克里写的嘛真趣味，伊拢叫伊讲调节啊啦，调节啊，伊讲调节啊，信耶稣了
啊，因某含含伊做伙食啦，因囝嘛含伊做伙食啦。因为咱讲伊神经啦，啊，因咱讲伊神经咧，讲伊拢家己去关入房间哦，啊，家己安尼细念啦，啊，啥细念？伊咧读圣经啦，学迄白话字的圣经，伫遐读，啊，伫遐祈祷。伊讲啊，物件摕来，伊安尼细念。伊讲吼，迄可能去互即个外国人吼，即个红毛番甲伊下毒，啊，所以去互卖血去啊，已经神经啊，安尼啦。啊，所以伊讲迄春诶，伊若倒来食春诶呢，食春诶嘛无猪也是鸡食啦。照讲吼，庄下人拢会互伊食啦，食春诶一定会互伊食。迄阵无啥物物资嘛，拢甲倒掉啦。因为讲啦，惊即个鸡仔鸟啊吼，啊起神经啦。哦啊，所以这后来因太太有信无？后来因太太有信。啊，伊囝吼，伊大囝叫做吴格啦，格吼嘛是割啦。啊，啥会好这呢？伊讲吼，都爱甲拔个条，较袂去互魔神啊掠去啦。安尼囡仔饲较会活啦。哦，所以迄名到丢嘛是安尼，都是拔个条咧啊。哦，拢共款。啊，过来伊信了所了，伊的查囝来甲号名叫做吴解啦，吼，解放的解啦，讨棒啊，哦，讲讨棒啊，哦，咱当看到的，这是教会史话内底写的其中一个，哦，因为主的听，互巴克利来到马雅各甲巴克利来到台湾，啊，为着医这个黄清豪信以后，互这个家庭全家归主啦。啊，吴格伊的囝吴格，拢总有生16个啦。啊，16个吼，拢真出脱啦，因为内底都有5、6个是医生啦，有诶是去甲迄个马雅各医师学诶，有诶是日本时代日本一来第一届迄个台大医科诶学生。啊，咱知影这是上帝诶祝福，因为福音临到这个所在，因为迄个听啊结果子济济啦。啊，过来咱看即个信仰的家族，讲台湾即个信仰的家族，也是讲外国信仰的家族。第一个咱看即个穆安德烈，穆安德烈伊迄吼，伊讲是出生地是南非啦。啊，伊若是伫南非出生地咧，因为因兜的人为苏格兰遐搬去遐啦。啊，苏格兰哪会？咱知影苏格兰哪会派遐济宣教士？苏格兰后派来咱台湾，咱台湾的宣教不管北部南部拢是苏格兰遐来，咱哪会遐济来？因为咱知影吼，迄个英国的工业革命吼，是为苏格兰，是为格拉斯哥遐开始啦。哦，格拉斯哥遐，所以迄个瓦特是遐个人。啊，工业革命为遐开始，所以遐人趁足侪钱，趁足侪钱了吼，就派真侪宣教士啦。后去南非，后去对呢，后去即个阿根廷迄边，啊，后去即个来咱台湾亚洲遮的。啊，咱知影哦，这是去伫南非遐个啦吼，南非穆安德烈。咱嘛知影有伊的传记嘛，啊看到伊讲，伊内底伊的后代吼，讲100年的纪念吼，伊的后代有486个嘛，啊50几个是传道人，吼含因有关系啦，哦，啊佫有真侪是迄个神学院的迄个预备神学生，哦，啊嘛有真侪医学院的医生拢有，因为要迄个医疗传导嘛，啊这是。即个家族啦，啊，你知影看到的，就是讲结果子，毋若讲伫外口，伫家己的厝内，即个家族嘛，结果子济济。啊，过来咱再看高中甲伊的后裔啦，咱看边仔即个是迄个马雅各医师，马雅各医师为爱丁堡大学遐毕业了，啊有去柏林嘛，伫遐读博士啦。后来伊到台湾来，到台湾无几年吼，会当传教，啊过来接续的人，啊咱知影。真侪人因为伊受到伊的意志啦吼，就是讲伊的意志，啊来信耶稣。啊，咱看到隔壁这是第一个吼，第一个来到咱台湾迄个医疗团队的宣教士，比巴克利搁较早。啊，咱看到这个马雅各医师来的是，迄个时间拄啊和穆安德烈去南非遐差不多迄个时间啦。哦，差不多迄个时间。咱看到的即个高边仔，伊讲迄个高中吼，伊就会信以后，伊的5个囝内底有2个牧师，3个医生。啊，过来伊孙啦吼，遐真侪拢是医生啦。啊，我讲过，咱即个
颜长老啊，颜长老伊妈妈嘛是因的家族内底的一员，啊，伊爸爸嘛是医生嘛。那咱看到的这就是讲，这系信仰的家族。过来有2个家族的比较啦，迄刚蔡长老嘛有讲过，就是爱德华兹甲尤克，尤克是这个无神论的，哦，爱德华兹是相信神。后来咧，这个尤克甲这个爱德华兹讲吼，讲你信迄个耶稣吼，伊甲因的家人拢袂去信啦，不会相信啦。啊，咱知影啊，这经过吼2个家族啊，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几百年的以后吼，伊讲爱德华兹的家族的人口数是1394个，其中有100个大学教授，14个大学的校长，70个律师，30个法官，60个医生，60个作家，300位教师、神学家，还有3位议员，美国国会议员啦吼，还有一个做副总统。是爱德华兹的家族，尤克家族咧，尤克家族伊讲伊的后代有903个，啊，其中拢是流氓啦，还是我去用关过啦，哦，还是酒徒、小偷这一些啦。咱知影哪会有这个影响咧？这个作者伊讲啦，历经100年，这个结果哪会差者？伊讲迄个信仰的力量。爱德华兹伊感觉迄个信仰是啥？伊讲。撒下了2颗的种子啊，2颗种子。第一个就是安尼，善向善啦，行好啦吼，做好。啊，这是耶稣在甲咱讲的，咱信伊以后，还佫有善行嘛，吼。啊，过来就是听啦，因为你有听中人，你就有善行啊，有爱。啊，第2个就是敬畏神，因为你会惊上帝啊。哦，你若毋惊上帝，毋惊人，这就麻烦啊咧。哦，讲有个讲毋惊上帝嘛，毋惊人，啊，就会战争嘛，就会发生真济无好诶代志。啊，你若惊上帝，哦，啊，你会尊重人，哦，啊，你会听，这是迄个信仰无共诶迄个结果子诶姐。所以讲，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哦，这是诗篇128篇所写诶，咱会当来看。咱看到这个结果子姐姐哦，咱知影咱若咧读这个保罗的批信的时，咱知影保罗非常迫切啦，一直要传。伊讲伊无传会知的啦，哪会安尼？因为捌去用上帝甲调去3层天啊，所以看到迄个天的好啊，天堂的好，所以讲伊无讲会知，有知的啦，无传有知的，所以一直要传，一直要传。咱知影这个美女姐的儿子啊，伊嘛是安尼啊。我感觉讲，他就是这样，一直要传，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的父母，一直要传。我的感受就是这样。啊，咱伫台湾，咱较袂感觉，咱是讲，歹势，要人讲拢歹势啦。德文兄转来嘛是安尼，共款啦。哦，你讲伊转来，伊感觉你福音一定要传，遮好，哪有无要传？所以拄着因楼骹的人，伊就甲伊讲，你都要来信。啊，当时咱有幸福小组，啊，说拄着即摆这疫情遮严重。伊嘛是一直要传啦，因为感觉无传都用要袂赴啊，无传用要袂赴啊。啊，咱慢慢啊，咱教会啦，较侪人安尼是哦，来好胆来传啦，好胆来传的是，这个福音就会兴旺，别人嘛会因你得福啦。咱知影这个阿伯拉罕，上帝甲伊警调的是讲，这个国家不管你去到对一个所在，迄个所在人要因你得福，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啊。保罗讲啦。保罗讲，伊咧传啥，要互大家同得福音的好处啊，同得福音的好处，迄是上重要的。所以讲，咱传这，毋是讲，咱会当得到啥无啦。所以必定问耶稣啊，讲，阮放下所有来对你，阮得到啥？啥物拢无啊，要得到啥？耶稣甲伊讲啦，讲吼，今生得百倍啦，来世得永生啦。你伫这个世代，你会当得到100倍啊，啊，你后来啊，你会得到永远活。哦，这是。咱伫迄个讲幸福小组，也是讲保罗伫甲咱讲，这批信，也是讲耶稣上尾啊，伊伫约翰遐咧讲诶，哦，第10章以后咧讲诶遐，拢是咧讲这啦，赶紧来传这个福音啦吼。所以讲，毋是恁精选我啦，哦，不是我们拣选了神，是神拣选了我们。所以保罗请咧批信内底伊讲啦，讲在创世以前啦。
在耶稣基督里拣选的里面。你创造天地以前，都伫耶稣基督内底竞选咱啊。所以咱互竞选来到成做上帝的囝儿吼，毋是无原因啦，是早就已经竞选啦。啊，竞选了后啦，分派你们去结果子。结果子上简单的就是讲厝内的人吼。所以巴克利甲即个吴格吼，吴格是一个牧师啦，就是误掉伊的囝嘛。伊讲吼，有影像安尼吼，安尼就足侪人会信啦。伊生16个嘛，伊讲若大家拢生16个吼，安尼即个教会真紧就兴旺啊。啊，其实没有错啦，真侪对厝内的人，啊，过来咧，咱搁对外，像保罗，也是讲彼得因安尼对外去宣告的是，所以伊特别吼，伊讲迄个果子可以长存啦。所以保罗讲啦，保罗讲因为恁来信啦，啊，我得到荣耀啦，迄是哪咧？迄是馨香之祭啊，迄是芳芳的祭献给上帝。啊，过来讲啦，讲恁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一直听，因为听的分享，咱靠都结果子结结。咱三个来祈祷。伟大人的爸，阮的上帝，阮通过你的话，阮知，阮的努力来结果子，将这个福音来讲传，互更较侪人，因为阮的团来得到福气，互救恩临到每一个家。祈求你加添阮的开力，阮感谢你快速道名，阿门。这是咱要由主席二小朋友，我想大家那一个人，因为真的是疫情非常严重，我们很多植物学的小朋友现在都被隔离了，所以说，起码当然除了这些，还有一些老的植物学的学长吼，而且伊用还袂像进前，我想大家拢有一个感觉吼。实际上我这一辈子，我觉得我最感谢我的母亲的事情，就是伊带我来教会参加主席学。所以小等呢，因要成为进前吼，若是大家有兴趣老植物学的吼，像贝鲁的老植物学吼，假设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一起来。我们唱给我们的母亲讲，谢谢他们带我们来教会。带我们来主日学，让我们认识主，感谢我们的母亲。
我想每一个母亲应该跟我们同样状况，请看到的就是咱的逝世，伫咱教会内面每一日健康平安的中大。今日咱教会除了有会使咱上帝甲咱头拄仔主持学的小朋友，为着庆祝母亲节来唱母亲节的歌以外，教会也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这物件无济，但是代表所有教会恁的逝世，也是教会所有的男生，要感谢咱教会所有在座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们请那个青年来帮忙。那个可不可以请妈妈哈？假如方便的话，我们站起来一下。哎，谢谢。真感谢在座的妈妈，敢若我头拄仔咧祈祷讲的，感谢天父，感谢上帝，赏赐予阮。每一个家，每一个做囝儿的，有一个妈妈。感谢恁伫阮的人生当中，毋是干那生阮，你用你坚强、温柔的疼心照顾阮。从阮细汉一撮撮仔的时阵，你捏到即马大汉。感谢你，当然，在座的所有真侪会友，恁的妈妈可能即马伫天顶，甲天父相做伙，要紧，因伫天顶到天父相做伙迄阵，已经看到恁在笑颜面。是，咱真感谢咱所有的妈妈。的奉献。咱要来上赞，咱要来用圣诗554首，圣诗554首，透早起夜好景来回应上帝的话。咱请大家起立来唱这条歌。
是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事献的祭司来头前侍奉。请咱起立来唱奉献的诗。请坐。这时，咱要来报告。伫报告的大新，这是大新，咱要来咱今日的金句，要来念2解。咱今日的金句是《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的一段圣经节。咱首先要用台语来念1解，请大家跟我做伙来念。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点伫我也点伫伊的，就是结果是济济，因为我3年，恁就袂做啥物。过来，咱们用华语。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要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第5节。下周主日圣工的论节，请大家来看。过来消息报告的部分，今日是母亲节，所以咱伫下早10点有举行母亲节的感恩礼拜。伫内面，咱的兄弟甲咱主日学也有献唱，后拄仔咱也有用小小的礼物来代表教会甲在座所有的人，代表这物件来感谢咱在座的母亲。今日会听，过来下主日5月15，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院方有派三角埔教会柯竹同牧师要前来本会讲道甲请安，咱为这个物件来代祷。然后第3点是疫情中心现在目前还没有升级所以说从下周的5月15号开始我们可能会恢复小组跟爱餐，还有放纵夫妻团聚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观察一下，假设临时有变动的话，我们会在教会的那个族群上面做这样的一个联络。过来是七星中会有伫5月14有举办教会同工的一个培训这个题目是职场基督徒的补给站所以说，假设大家有兴趣咱那个参加迄个补给站的这个。伫后面有即个报名单，大家会使来参考。过来就是咱要请咱那个玉长老这边有一些挂代是要报告。各位兄弟平安
啊，做母亲的母亲节快乐啦！2年前我会当讲敲电话转去吼，啊，即马就无法度啊，爱敲去天堂啊！吼。啊，有一项就是讲，咱有咧背即个使徒书信，这使徒书信100句吼，100句啊。啊，这伫咱的群组内底记事本有啦，啊，若无后壁还有几本，啊是讲你要爱，你若有需要即个纸张的吼，你著搁讲吼，甲明理姐也是甲我讲嘛会使吼，咱著搁来印啦，吼，搁来印。啊，咱背即个。今年有100句嘛，去年是背四福音啦吼，啊，咱今年背这个使徒的批信，啊，100句，咱伫7月时会来举行一摆吼，一摆这个背金句啦吼，背这个100句这，啊，有请议文有准备一寡一点点迄个礼物啦，哦，啊，无参加奖啦，我会来准备这个参加奖，啊，若无你若背较好的人哦，就送迄个议文做的这，议文做其实蛮漂亮的，严议文吼，伊做的真水啦吼。啊，希望讲大家会当常常将上帝话甲背起来。啊，背起来时，咱若有当要和人讲的时，咱就知影讲，哎，这圣经有记载伫倒位啦。我讲过，这个校长老捌一摆有一个人来找伊啦吼，来去迄个南港的恩流教会啊。伊是一个迄个上市公司的真有名的人啦吼，啊来找伊，啊伊讲要甲伊请教这基督教这个代志，啊伊就将伊讲，啊基督教圣经安怎记载，圣经安怎记载。都现互伊看，现互看。后礼拜伊讲伊要来洗礼啊，伊怎来洗礼？夫妇2个夫妇怎来洗礼？所以上帝话吼，较会当安慰人，啊，较能激励人，嘛会当将即个上帝话互人的时吼，伊就来信吼。啊，希望讲大家拢会当来背一个啦吼。啊，后壁还佫当几本啊，若有需要的，甲我讲吼，我佫来印。以上。接下来，咱要来看集体交通甲大道的事项。咱小等下吼，也为着这个代志来带导。第一项是为着本土现在目前疫情的升高，吼来带导，求助保护每一个家庭会当平安保守疫情不要再做扩大。第二项，咱要为着头我讲的，苏联入侵乌克兰这样的一个状况，希望这两国的战争真的是能够快点恢复和平来带导。咱这礼拜也要特别为着2个家，一个就是我们黄玉红执事伊个家，还有我们吴美珍吴姐妹的这个家，因的家庭、因的信用、因的健康、起居工作来带导。今日也特别搁要加一项，就是咱也为着咱今天在座包含可能也无伫遮的阵伫外口的所有的妈妈，因的身体健康，因的母亲节快乐来做这代祷。我们请大家起立为这些事项来做代祷。
请大家议员起立，咱要吟上吟圣诗402首，恳求主求你引带我的路。上吟煞，咱要请林牧师来为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恁三甲地底，保守恁、赐福恁、祝福恁，对即时起，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咱默祷闭会。今日母亲节，所以我特别要想邀请各位在座的会友，咱小赞的，不管是你的母亲是毋是有伫在座，也是你的母亲无伫卡已经过往，伫主的身边，咱小赞的做伙齐声，为咱的母亲讲母亲节快乐，好不好？好。母亲妈妈，母亲节快乐！我们大家起立来祈祷平安。